多谢雅顺哦，咱佮继续来看9当前桃园新屋保龄球馆的火灾造成6个消防员殉职，业者刘德斌第1二审，法官是依照消防法来判刑6当10个月哦。今仔高等法院经1审是改判刑罚的失火所烧火主体罪，改判业者6个月有期徒刑，是当易科罚金哦。消防员嘛质疑讲，到底谁会当来为消防员的不幸殉职负责任呢？ 火势真大，消防人员到场拍火，暗过即招拍火进步造成6个消防人员殉职。全案都伫2015年桃园发生的新屋保龄球馆大火。经过9年外时间，业者刘德斌为1、2审被判6年10个月。伫最高法院撤销发回了后，高等法院经1审13极专改判有期徒刑6个月，应1科罚金，全案应上诉。 火灾的原因是由于西南侧仓库旁的女更衣室垃圾桶有未熄灭的烟蒂与垃圾闷烧后产生可燃烟雾以及明火。另外，本院认为被告在救灾的时候，并没有故意或者是过失的干预，不当影响救灾的可责行为。 业者得到轻判，主要原因就是经批审合议庭。依照最高法院法规意旨，认定火灾发生毋是电线烧拍电，是分散甲粪扫翕咧烧，才会产生变甲效应。加上当地消防队接管会场了后，业者也无法度介入指导或者是误导救灾，有客观沿规则事由，所以为原本的消防法第35条前段致人医死罪，改用刑法失火烧毁主体罪判刑。既然法院觉得政府没有责任，法院也觉得业者没有责任，那请问今天这6位学长的殉职到底是谁有责任？那请问错的是谁？难道是这6位学长吗？面对业者改判，尤其前消防人员造成的小错会表示，虽然有地方政府和业者拢陆续互法院认定甲消防人员死亡无关系，若会造成殉职的结果，这期到底是什么人应该负责？不过这个进程依然无摕到桃园消防局甲业者回应。记者综合报道。